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Moon 啊，歡迎翻到嚟 Moon's Talk 呢個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聽歌系列，點樣同一個旋律會有兩種心水呢？如果我而家播兩段音樂，兩段錄音俾你聽，兩段係一模一樣嘅旋律，一個音都冇改過，但係一個係國語，一個係廣東話，一個係2003年，一個係2005年，你會聽到啲咩呢？你會唔會覺得，咦？不過係同一首歌改咗歌詞咯，有乜好講？我一開始都係咁諗，直到有一晚我喺蘇格蘭呢一邊，個天下晝3點幾已經黑晒，我戴住耳機聽歌，無無聊聊咁樣將呢兩首歌一首接一首咁樣播。播完之後我坐咗喺度好耐，因為我發現咗一件好奇怪嘅事，同一個旋律，佢哋兩個人講緊完全兩個唔同嘅故事，唔係淨係因為歌詞唔同，而係心情唔同，一個係企喺度冷靜咁睇住自己流血，另一個係已經接受咗，轉身離開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同大家一齊慢慢咁樣聽呢兩首歌，唔係要分邊一個唱得好啲。老實講，我覺得呢個問題本身就問錯咗。我係想同大家一齊試下點樣可以聽多啲嘢出嚟。講返點解會有呢條片，睇喺我頻道嘅朋友都知道，我開台1個月左右，出過嘅片全部都係講中年好聲音4，而家已經到咗準決賽，仲有幾集就完啦。有朋友問我節目完咗之後，我打算做乜？喺呢1個月入嚟，其實我一直喺入邊兜兜轉轉咁樣諗。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聽歌，中年好聲音第1季之前，我其實都有聽唔同嘅歌唱比賽，但我自己就會覺得，有陣時就係覺得佢唱得好靚，但我聽唔到感情。呢個嘢或者類似嘅講法，我哋喺歌唱入邊其實都聽過好多次，技巧好好，但係冇感情，感情未夠咯，唱得太理性啦。每次聽到我都會諗，咁感情到底係啲咩呢？有時自己唱 K 或者自己唱歌錄音都會聽翻，咁究竟感情係啲咩嚟㗎？係咪真係喊啊？係咪真係大聲啊？或者唱到個人面容扭曲啊？定係話其實一啲係我哋聽得到但係講唔出嚟嘅嘢呢？我以前都係咁樣嘅，聽完一首歌講嚟講去就係哇好聽啊，呢個好正啊，呢個唔啱我，就係咁多咯。個腦入邊明明有好多感覺，但係一開口就淨係得翻呢幾個字。所以我諗，不如由今日開始，我哋一齊做一件事啊，就係試下將好聽2個字拆開嚟。好聽係邊度好聽啊？係佢把聲，佢嘅咬字，定還是係佢嗰個停頓咗0.05秒嘅位置？喺個編曲入邊突然之間入咗一把吉他聲，或者其實係同首歌完全冇關，係因為佢令你諗起咗某個人。我想開一個新系列就係做呢件事，唔係教大家唱歌。首先，我唔係一個正統嘅音樂歌唱老師，我唔識得教你點樣分頭聲韻聲，我亦都唔可以一聽個音就知道呢一個係乜嘢 key。呢啲我真係唔識。如果你想學呢啲嘅，老實講，你可以去揾真正嘅 vocal coach。我唔係音樂人，我只係一個聽歌好認真嘅人。我識嘅係咩呢？我識聽咯，我識聽歌，我聽歌聽咗幾十年，我對聽歌有要求，我會為咗一句唱法而反覆重聽好多次。我唔係專家，我只係一個聽眾。而我覺得聽眾嘅角度都好值得講，因為講到尾，歌係唱俾聽眾聽噶嘛。所以呢個系列我唔會扮專業，我會用翻一個聽眾嘅耳仔同你一齊發掘。我講嘅嘢唔係一定啱，但好多時只係我自己嘅感受。所以我好希望你喺留言區講翻你聽到啲乜嘢，你聽到嘅同我有咩同或者有咩唔同呢？咁先好玩噶嘛。咁點解第一集我會揀呢2首歌呢？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衛蘭嘅，特別係佢嘅 My Love My Fate。咁而偶然之間，我知道呢首歌原來有一首國語版，一聽之下就喜歡到不得了。無論聲線啦、演繹啦、情感都好唔同。而無獨有偶，啱啱知道中年好聲音4嘅準決賽，下一集就係衛蘭金曲之夜。咁我一睇就即刻諗起呢一首歌，所以就好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下。呢2首歌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因為當旋律一模一樣嘅時候，其實其他嘅變化就會浮晒上嚟。
就好似同一個倒模出咗兩件嘢，你就會即刻睇到材料嘅分別。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做嘅嘢，旋律嘅對照，同埋睇下其他嘢點樣改變咗成首歌。講之前都要講一件未必好多人知嘅事，呢首歌兩首歌都唔係原版，而佢嘅原版係一首韓文歌《想愛》，由 Wax 唱出嘅。後來喺2003年由阿桑改編咗一首叫做《受了點傷》，直至去到2005年，衛蘭將佢改編成為廣東歌《My Love My Fate》。2003年，台灣歌手阿桑出咗國語版《受了點傷》，填詞係施仁成，編曲係洪敬堯，製作人係袁惟仁。呢首歌收錄咗喺佢嘅同名首張專輯入邊，亦都做過電視劇《十八羅漢》嘅片尾曲。跟住2年之後，2005年11月，衛蘭出咗第二張大碟《My Love》，入邊有一首《My Love My Fate》，填詞係林夕，編曲監製都係伍樂城。呢首歌喺大碟6首歌入邊嘅派台之一，喺2006年當年好紅噶。以為能夠留你在身旁，但是誰肯留在誰身旁？一首情歌到底一個情網更長，這就叫做好聚好散。別說你對我感到愧疚，別說你會永遠想念我。講到阿桑本名黃如慧，佢喺2009年因病離世，走嗰陣得34歲。佢出道唔算好早，唱嘅歌數量亦唔算好多，但係佢留低嘅幾首歌，包括《葉子》、一直很安靜、寂寞在唱歌，同埋今日呢首《受了點傷》，到而家都仲有好多人聽。我唔想將呢件事講成一個煽情嘅故事，佢嘅人生唔係為咗俾我哋攞嚟感動。我只係想講，當你知道咗呢件事之後，再去聽佢把聲，你會唔會聽到啲唔同嘅嘢呢？我哋先講施仁成呢份國語詞，呢份詞有個好特別嘅寫法，佢寫嘅唔係兩個人，佢寫嘅係一座城市，佢用咗一連串城市嘅意象。呢個城市好識得講大話，愛情好似昂貴嘅櫥窗，行過去好靚好璀璨，擺嘅嘢全部都係甜美嘅假象。邊個信真就邊個中招，後面又有霓虹燈，有迷宮咁樣嘅比喻。你發覺未？佢冇乜寫到嗰個男人，佢寫嘅係一個環境，一個大到你抵抗唔到嘅氛圍，就好似講緊呢件事根本唔係你衰，亦都唔係我衰，喺呢個地方本身就係咁，係我太夜返屋企，太攰太凍，所以先至信咗一啲唔應該信嘅嘢。呢種寫法帶出嚟嘅情緒係咩呢？係一種清醒嘅疲累，佢完全知道發生咗咩事，佢分析得好清楚，但係佢仍然好痛。有時最慘就係呢一種，你咩都明，但係明白根本止唔到痛。而首歌最後嗰句，佢話自己只係受咗少少傷。你聽到呢句嘅時候，你信唔信佢啊？我就唔信啦，我完全唔信。而我覺得佢都唔想我哋信。呢首歌成首歌用咗4分幾鐘去講自己有幾清醒，有幾明白。講到尾嗰句就係話我冇事啫。一個反差本身就係首歌最痛嗰下，就好似有個朋友喺你面前講咗成晚，講到最後同你講我真係冇嘢啊，你梗係即刻知道佢係好有嘢啦。My love, my fate, you will fade away。以後隔天與地。I love, I hate, I'll miss you always。我永遠亦愛你。好，而家轉去林夕嗰邊。林夕做咗一個完全唔同嘅選擇，佢唔寫城市，佢寫時間。你留意首歌嘅題目 My Love My Fate， 愛同埋命，呢個 fate 係成首歌嘅鎖匙。國語版嗰個講法係呢個世界呃咗我，廣東話版嗰個講法係呢件事本身就係注定噶啦。
呢個差別好大好大。係有人做錯咗嘢，注定係冇人做錯，只係件事就係會咁樣發生。所以林夕嗰個角色，佢冇咩好嬲，亦都冇咩好怪責，佢係企喺一個已經發生咗嘅事嘅後面望翻轉頭。係我覺得最靚嘅地方，同一個旋律竟然可以承載住兩種完全唔同嘅世界觀。一個係我望穿咗呢個世界，另一個係我認咗呢條命。一個係向內，一個係向外，一個仲有少少怨氣，另外一個已經冇力去怨。而呢個旋律本身兩個都撐得住，呢個就係我覺得作曲人三位韓國人作曲好犀利嘅地方。佢哋寫咗一個好開放嘅旋律，個情緒係痛，但係痛嘅原因佢冇寫死咗，留個位置俾填詞人去填。講完詞，我哋講最重要嗰樣嘢，把聲。先講阿桑啊。我對佢把聲第一個感覺係好厚同埋沙啞，佢嗰種聲係好有特別嘅質地，唔係好通透嗰種，係有少少沙，有少少壓住嘅感覺。咁樣個音色好有好神奇嘅效果啊！佢一開口，你就會覺得呢個人已經係經歷咗好多嘢，你都未聽佢唱咩，你已經信咗佢。呢個好緊要。我想講多少少，有啲聲係講故事嘅聲，有啲聲係經歷過嘅聲音。前者係喺度講翻俾你聽件事有幾慘，後者係已經將嗰件事喺把聲入邊烙印咗，而阿桑就係後者啦。再講衛蘭，衛蘭把聲我覺得同阿桑幾乎係相反啊。佢嘅通透滑有彈性，佢係 R&B 底子出身嘅，佢把聲入邊有一種好柔軟嘅嘢，唱得好順好流暢，好似水咁樣。仲有一個好明顯嘅特徵就係佢嘅咬字啦。衛蘭係英文同廣東話之間有種好獨特嘅口音感，佢有啲字唔係用好標準嘅廣東話去咬，係軟咗圓咗嘅。有人會覺得呢個係缺點，話佢咬字唔清楚。我自己嘅睇法係呢個就係佢嘅特色，而且喺呢首歌入邊呢個特色幫咗佢。點解呢？因為呢首歌係講緊認命啊嘛，認命呢種情緒你唔會用字正腔圓咁講出嚟噶。認命嘅時候你係軟化咗嘅。你係冇咩力嘅，呢啲字可能係會含糊咗。呢度我想帶出一個好重要嘅諗法，亦都係我做呢個系列最想同大家分享嘅嘢之一。冇絕對嘅正確唱法，只有啱唔啱呢首歌嘅唱法。同一個處理放喺 A 歌可能係缺點，而放喺 B 歌可能就係佢嘅靈魂。所以我哋會話一個歌手唱得好嘅時候，其實可能我哋講緊係佢揀呢首歌嘅處理方法係好適合呢首歌。冇絕對正確嘅唱法，只有啱唔啱呢首歌嘅唱法。好啦，仲有一樣嘢，大家聽歌可能會忽略嘅呢，就係編曲啦。我哋成日將個注意力放晒喺個歌手度，但係一首歌其實有好多人喺度講緊嘢嘅。編曲嗰個人，佢雖然冇出聲，但係佢決定咗你聽到呢首歌嗰陣係咩心情。阿桑嘅版本嘅編曲係由洪敬堯做嘅，而衛蘭嘅編曲係伍樂城。你可以揾日夜晚揾個好啲嘅耳機，將呢兩個版本嘅前奏連續播，唔好唱，淨係聽前奏，你會聽到兩個好唔同嘅世界。我自己聽落嘅感覺係阿桑個編曲比較空，每件樂器之間都有好多空位，個氛圍係夜晚，係凍，係一個人嘅。呢種留白好夾佢把聲，因為佢把聲已經好厚，如果背後再堆多好多嘢，就會覺得好有壓迫。而衛蘭嘅版本呢，個音樂背景係比較厚，比較 flow，呢個係港式流行曲嘅做法，有啲和聲，啲鋪排會令成首歌比較圓，聽落更加順耳。呢兩種做法冇話邊個好啲，佢哋只係為咗唔同嘅目的，一個係要你痛，
所以佢留空，留翻啲空位俾你自己將啲回憶塞入去。另外一個係要你被包住，所以佢填到滿晒，好似有人幫你冚被咁樣。我覺得呢個係聽歌一個幾好玩嘅發現，啲空位其實都係內容嚟噶。一首歌冇聲嘅位置同有聲嘅位置都一樣咁重要。同樣道理啦，一個歌手佢唔唱嘅位置，佢停得個半秒，往往就係成首歌最勁嗰下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我想翻返去開頭嗰條問題啦。評判成日話冇感情，咁感情到底係咩嚟呢？聽完呢兩首歌之後，我自己嘅答案係咁嘅，我唔敢話啱，呢個只係我嘅版本，我嘅演繹。第一，感情唔等於大聲。阿桑成首歌最痛嗰下，唔係佢唱到最澎湃嗰句，係佢最尾輕輕咁講佢自己冇事嗰句。真正嘅情緒好多時係向內收，唔係向外爆。我哋好容易將用力誤會成有感情。佢唱到七情上面，可能完全好空洞，而好平靜嘅一句，可能令到你起晒雞皮。第二，感情係一連串嘅選擇，呢句可能係有啲反直覺。我哋成日以為感情係即興嘅，係湧出嚟嘅，但係當你將一個好嘅演繹拆開嚟睇，你會發現每一個位其實都係揀過嘅。呢句收定放，呢個字咬實定鬆，呢度應唔應該呼吸，呢個尾音應該拖長定還是切斷。所以評判話一個人冇感情，好多時佢真正想講嘅唔係話你唔傷心，佢想講嘅係你冇揀過，由頭到尾都係用同一個力度，都係用同一個處理方法咁唱完。就算你自己喊到眼都腫，聽落都可能會冇 feel。第三個感情就係要對得住首歌啦，要啱 feel。呢個係我覺得最難嗰樣嘢。你可以好投入，但係如果投入錯咗方向，例如呢首歌明明係講認命嘅，你唱到好怨恨；呢首歌明明係好克制嘅，你又唱到聲淚俱下。你嗰刻情緒係真噶，但係啱唔啱嗰首歌呢？同一條旋律可以喺你20歲嘅時候 My Love My Fate， 亦可以喺你30歲嘅時候受了點傷。唔係邊一個好啲，而係邊一個喺呢一刻更啱你。聽歌嘅時候，我哋會隨住時間年齡改變。20歲嘅時候可能會覺得邊個高音邊個就係高手，30歲嘅時候可能會覺得邊個更加似我。你失戀嗰陣可能會覺得阿桑先明白我。當你重新開始嘅時候，可能覺得衛蘭先似我。呢啲唔係矛盾，而係成長。我喺蘇格蘭呢邊，夜晚好長，天黑得好早。我喺呢邊聽呢首歌嘅時候，同我以前喺香港感覺真係好唔同啊。而感情有一半係聽嘅人帶入去嘅，所以歌手唔係將感情傳送俾你，佢係開咗對門，你自己行入去。佢做嘅嘢係俾一個空間你，你將你自己嘅嘢放入去。而好嘅演繹就係佢留個空間啱啱好，唔會塞到冇位，亦唔會空到你唔知放咩嘢入去。講到呢度，我想講翻一句好重要嘅嘢，由頭到尾我都冇講過邊個唱得好啲，亦冇打算講邊個唱得好啲，因為我真係唔知道呢個答案。阿桑同衛蘭做嘅係兩件唔同嘅事，佢哋面對嘅係兩份唔同嘅歌詞，兩個唔同嘅市場，兩個唔同嘅年紀，兩把完全唔同嘅聲音。攞嚟直接對比，對佢哋兩個都唔公平，而且我覺得咁樣對我哋都會少咗樂趣同選擇。我情願問嘅係呢一刻你需要邊一個版本？有啲夜晚你需要有人陪你清醒咁痛一次，你就聽阿桑；有啲夜晚你只係想有把温柔嘅聲話俾你知道呢件事係命中注定噶，你就聽衛蘭啦。兩個都喺度，你唔需要揀。最後我想問你幾條問題，真心想聽下大家嘅意見。呢兩個版本，你第一次聽嘅會係邊一個呢？而你自己嘅版本又係邊一個呢？點解啊？有冇一首歌喺你某一個特別嘅時刻聽，你先至突然之間明咗啦？而下一集大家又想我拆解邊一首歌呢？特別係第3條，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首咁樣嘅歌，明明聽咗好多年，直到某一日某一件事發生咗，你再聽先知道佢講緊乜嘢。如果你有嘅，我真係好想知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如果大家中意呢一個系列嘅，歡迎留言話俾我聽你哋嘅感受啊！而中年好聲音4仲有幾集，我會繼續同大家一齊分析聽歌，聽下作為觀眾嘅感受。而蘇格蘭呢邊，我尋日啱啱呢邊日食啊，你哋嗰邊又點樣啊？如果你哋有啲咩意見嘅，歡迎話俾我聽啊！臨離開之前記得訂閱、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